怎么那么慢？赶紧的，磨叽死！电脑在哪？是不是进水了？坐下来喝点东西。我先走。这个不是我的，肯定是我姐的。你自己想想，我才搬进来几年啊？是你的也正常，你都有未婚妻了吗？未婚妻？再过半个月，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解除婚约的消息了。啊？本来就是在演戏，大家都知道，他需要他爸的产业，我爸需要他爸的钱，我需要回国，大家都是各取所需，一笔共赢的买卖。要不要考虑看看？考虑什么？考虑跟你现在女朋友分手，重新和我在一起。没想过穿越人群遇见你，我不会介意你跟别人交往。